越甩越驚，越驚又越甩。3集要話你聽7個脫髮嘅殘忍真相。全城脫髮唔好淨係望住你爹哋，其實脫髮嘅基因有可能遺傳自媽咪邊嘅家族，都需要關注你嘅舅父同埋外公有冇甩頭髮。捱夜係幫甩頭髮交加班費，你凌晨2點唔瞓賺返嚟嘅錢，可能唔夠你俾植髮嘅費用。市面上90%嘅洗頭水其實只係頭皮洗面奶，佢可以洗去油脂，令到你頭髮蓬鬆啲，但就擋唔到基因同埋激素對毛囊嘅攻擊。你將佢當成救命藥，但係其實佢哋只係清潔工。頭髮變幼變軟係毛囊嘅臨終遺言，係毛囊被徹底損壞之前發出嘅求救信號。忽略咗呢個信號就永久脫髮㗎啦。你個腎唔會為脫髮孭鑊。中醫嘅腎虛同埋西醫嘅同激素脫髮係兩個完全唔同嘅系統。你用補腎嘅方法去治療唔通，就好似你用拔罐去醫糖尿病一樣，方法錯晒㗎。植髮唔係治療，而係資源搬遷，係醫唔到甩頭髮，只係將你後邊嘅頭髮移植去前面。如果唔處理頭皮狀態，原本嗰啲一樣係會繼續甩，到時植咗嗰啲就會變咗孤島。甩頭髮最大嘅成本唔係錢，而係你嘅時間。你又試洗頭水，又試偏方嘅每一日，毛囊都會成批咁陣亡。毛囊一旦完全壞死，任何藥物都唔可以起死回生。會失去1分嘅無資本，都係未來用1萬倍嘅價錢都換唔返嚟㗎。同你講咗咁多，唔係想你驚絕望，而係想你停止幻想，即開始科學行動。關注我同埋分享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講下5個洗頭水嘅殺手級成分。